两句字，毛毛的山丘碧辉吼。好，咱今仔日继续读1637年7月19。今仔日芭比有代志啦吼，无倒来。伊可能一阵仔休，最近会休困一阵啊吼，差一礼拜吧，一两礼拜。好，7月19，有影伊个礼拜啦，我又甲讲吼。7月19日有3只商船同齐航回西南沿海，前往厦门，敢若在地层吼压舱物吼，地层的物件，就是莫船浮伤悬嘛吼，伤轻啦。伤轻，船会变。再有130个人，有2只西南人的运糖的商船对厦门前来，探票海风来入港，总共运来1100担的白砂糖，顶头坐有30个人。嘛有一只西南人的洋客船对福尔摩沙北边的地林来到台湾遮，再有伫遐所收买600张落皮甲一批大麦啊吼。要来交互即个年轻的政府，伫遮若特别提起即个吼，是忘掉啦，这是拄则成立无几年的即个政府吼，1637，哎呦，其实嘛10多年啊吼，只有23个人 ，OK， 7月21。拢无准时出入，因为新月所以大阴啦吼，海水大阴开始，海涌诚大，特别是台湾港岛内底涌吼，更较厉害，而且强风变化真大。我对讲芭比，每礼拜主要是讲。都无专人别人做笔记吼，所以你若有要写啥物笔记啥，做你甲踮桌上遐留吼，欢迎各位吼，你若有看到你啥物有兴趣的主题啥吼。7月22号下晡看见港外有3只洋客船，2只大只，一只较细只吼。迄2只大洋客船看见即个港岛海涌即个大吼，所以就往南边驶去吼。虽然讲都爱见迄个西南风来前进，但是操作着旁继续进前吼，显然是小可爱迄个海上去。伫咧要需要的时阵呢，再前往可能爱去打到遐去停泊遐去避风啦吼。但是呢，迄第3只上细只迄只洋客船吼，被涌来杀到即个港岛附近的沙洲顶头，已经无法度通搁。我头个推出去吼，因此伊就试讲要对迄个古诺的北边港岛入来吼，就是用诚久的迄个北边的港岛吼。但是因为迄个风非常大的迄个海涌吼，失去控制的能力，就去海涌杀去北边啊迄个沙洲，风力继续咧增强，看袂出有解脱的希望，所以再度小可。堤旁踢开，招风，互忽然间，岸边迄边起倒吼，伫咧海堡附近去互海涌强烈来冲击，所以偌久就去完全破裂去毁坏吼，只船安就去啊吼。不过损失无介大啦吼，只敢若对偏乌所运再个来死过尔吼，人员拢被拯救。7月吼，食死鸡吼，那规海全死鸡啊。7月23，昨昏前往南方的迄2只洋客船又搁来到港外，但是看到港岛犹原是海涌遮尔大吼，所以搁再一次转往南方去。7月24。
上述迄两只容克船第三遍前来港外，虽然即个港岛也是海影非常大吼，迄只先来迄只上大只容克船呢，也是调港内来驶入来吼，是无着真大的危险入来，因为若是海影诚大吼，叫杀几啊遍，就要失控。当伊入来港内的时阵呢，被迄个影杀去弄迄寡西那人，是啥子？哦，互迄影杀去弄甲迄寡西那人根本就毋知要安怎才好吼，惊讲会失去一切吼。就像昨迄你看迄船弄害，规只船就无去啊。若毋是警官阁下及时派出5方的人。坐小船甲舢板去因遐来拯救吼，爬定到水较深的所在，互因会当脱离危险。因是真正会遭难吼。即只属于船主是即叫做 Jackson 的容克船所在来货物，将会使供应日本的货物大为精力。这是写什么意思？为着要互供应日本的货物大为精力。听候真久的西那商人航班港船到台湾，初来估计讲带来差不多是有2万匹的西菱，7000匹的京菱，约70担的白青丝甲35担的黄丝，200锭的黄金，1批白蜡、水银甲其他商品，总价才是40万毫度。航班的报告嘛提起讲，船主加州的容克船将会伫1个月后，也就是也相关的运大批的丝货来遮供应后一季的需要。愿上帝互即样代志会当实现，互咱所还阁需要丝、白蜡等等的货物大量来运过来，以便会当伫以便会当互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伫咧规定的时间之内，会当运转去祖国。如果讲顶一个季节对西那货物前往马尼拉的容克船，即嘛已经转去中国，但是因若无趁着钱，连倒大部分所载去的货物拢损失20%，因为马尼拉的人也有真侪。旧年对西那人所收买的船货，所以交易量真细，所以互迄寡运去的西那人就是担着苦味啦吼。一般人的意见认为讲，因将来袂阁再新的贵重的货物去了吼。显然，这改善台湾遮的西那贸易，愿上帝祝福。互一切好好发展，算含西班牙伫咧菲律宾遐的交易，算悬咧拍歹，认为讲所以对荷兰人遮较有利啦吼。此外，又佫讲福州的都督一官已经对南俄转来到安海了，确实有谣传讲一官对国王调换以上万。伫咧过来4个月内爱前往南京即项代志，伊含较早的想法吼完全无共吼，伊可能会欣然前往吼，接受前往，要去担任统帅，为国王和因的世仇元首人吼。塔坦人来作战，去进攻或者是防守。而伊的福州都督的职位，又搁要交互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贵人来接任。长官万德伯阁下对上述迄个航班也受到商务员 Jeremias Van Vliet 对暹罗写予伊的一张批，这张批是由一只对暹罗转去西那的容克船所载转去西那，迄只容克船的船主伫咧西那交互上述
韩曼再来取代的，是迄只用迄阵是去希腊，啊，再搁对希腊遐甲即张批交互韩曼再来台湾吼。即张批写伫今年的5月9号吼，批呢对上罗和台湾的贸易以及相关的代志拢无提及，也无提起讲将来要认真进行的计划，只敢若讲着讲伫咧仓库里，为着台湾商馆所寄藏的2500担苏木是头顶号吼，更较直吼，含300担盐。伫咧总督和东印度议会进一步命令之下，会当运到600担盐来。剩的因为巴达维亚需求7000担，所以袂当运过来。但是安尼以后将会试搁补送一寡吼。伊搁写讲，暹罗国王伫咧旧年11月批准吼，批准伊输出200箍针的米，即个单位叫做箍针，即个毋知啥物件。看一下，重量单位吼，一箍针是差不多27到50到30担。讲暹罗国王伫咧旧年11月批准伊输出200箍针的米，即寡米因为欠缺存仓的空间吼，存无空间嘛吼，所以顶一个季节无送去巴达维亚，因此对阮所需求的80到100 laston。这嘛是米的单位吼，认为是会当做会到吼。除非理事就是讲几若遍的迄个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吼，就是提起足侪遍的即个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对伫要对变做阵 Rarope 号所落来即寡日本米吼，用乌斯卡贝尔号对巴达维亚再运50个 laston 吼，的命令无改变吼。这是啥啥？讲要载米，啊，台湾遮需要80到100 laston。应该是会使吼，除非讲总督阁下有改变命令，讲要载偌济去巴达维亚遐吼。啊，若无即寡量要载去台湾是无问题吼。上述万美丽又搁写讲，即个上有完吼，万美丽，迄只在伊的批去希腊的容克阵吼，对暹罗运转去3000担的苏木，140到150担的暹罗的船，30担到40担的橡皮，40担到50担的橡胶啦吼，2担到3担的定鱼胶。是你讲，有听到？嘿，哦，我直播袂记个吼，哦，是，歹势。我袂记咧经迄个，好，即马送出去啊，歹势吼，多谢你甲我提醒哦，无你注意过，我这样应该看到哈。上述迄个万美咧，佮讲，迄只载伊会批去希腊的容克船载即寡物件吼，遮念个3000担苏木140到150担暹罗的盐。30担到40担的橡皮，40到50担的树胶，2担到3担的定鱼胶，80 harbour， 即个啥物件吼？就是240担波德龙的乌胡椒，4000到5000张上大种类的落坡。即较早做生意的船吼，载遮侪物件吼。上述一批。樟脑吼，啊，搁一个虾角，虾牛的角吼，犀鸟啊，燕鸥，禽就是已经串门的一鸟婆、鸟喙，哦，好即种物件，有香味的茶，但是无沉香木吼。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交由阿姆斯特丹号和乌斯卡贝号。
带来吼长官万德伯阁下迄张批内底有提起讲，迄三只对漳州河出航的新仔人的用客船，拢满载大量的新仔货物，陆续来到暹罗，但是迄寡用客船顶的新仔商人，却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主要是被该国王的经纪人吼，叫做 Sabanders 和其他军队者吼所折磨，就 Sabanders 和一寡水吼，一寡老水吼，折磨即寡生意人吼，可能甲因挑难吼，因是讲伊安尼写吼，因捏造各种无聊的借口来损害因的利益，还佫甲迄寡无聊的借口讲甲，互国王来相信讲伊迄寡经纪人虚假控诉，而国王下令甲迄寡新仔人拢关去加到内底去咯吼，做生意做甲到叫人关去吼。若毋是用大量的礼物，还袂释放因吼，就像捌对上述迄寡用客船当中的第一只用客船的船主折磨过安尼吼。该船主旧年嘛去过遐，若被迄算捏造的啦吼，虚构的控诉，关甲加伫迄件代志，还佫演变到讲最后国王拢听了迄寡垃圾话，吼国王不察究竟，就大发雷霆吼，非常生气，下令甲迄个船主以及所有伊的船员拢杀死，收因的用客船，货物由伊的经纪人来摕去。当遮要执行的时阵，有一个住伫遐的新仔人，伊是国王院的官员，是一个显要的人。听到即个代志，为着要阻止即项代志的进行，用尽各种聪明的方法，先用礼物疏通大官，然后坚持由公正的人调查该船主被控诉的责任。经过确实的调查了后，查出该案件的真相，被收禁的该船主和伊的船员才得到释放。对迄寡用白杂话控诉的人，完全无去处理吼。不过，该船主要离开进前，欧亚巴库兰啥？看一下字卡写。欧亚巴库兰是奉命接触外国人的暹罗宫廷要员吼。讲即个生意人要离开的进前呢，欧亚巴库兰捌以国王的名义赠送伊一个文罪布格，后壁写讲就是槟榔壳啊吼，文罪吼，并且真亲切来对待伊，互伊满意到答应讲明年还佫会该动2只用客船，装载一批新仔的奇珍异物和贵重商品，转来暹罗要互国王。结果如何？犹太时间纷扰，佫袂惊死吼。好，过来是倒一天，7月25。7月21即天嘛是即嘛就长吼。7月25含昨昏到的接心的用客船同齐前来的迄只用客船呢，伫咧港外真危险来飘动了规工了后，真神奇来完全真意外吼，真神奇，而且无啥物损害来平安入港，因为伫遮继续透西风吼，透西风啦吼，伫咧风力增强的时阵，就会靠近的情况之下，是袂当伫咧海面继续会当停伫遐吼。伊入港了后偌久，互港岛呢大影杀去边仔即个沙夹，甲前围甲大拢压制去吼，并且失去控制。所以船顶的新仔人大部分拢紧落来坐三班船，伫咧沉船，伫咧沉船的惊吓当中紧逃走吼。
迄只用去船，迄个沙夹冲几落遍了后，吼，弄几落遍了后，虽然佫会当转来到深水地区浮起来，但是拄啊好，互迄个流入来即个海水，吼，拄啊好，佫甲扭入来就对啦。但是最后也是和头前相款，吼，飘动到完全无救，吼，和开始情形相款，吼。即只龙克船的西那人报告讲，即只船是对广州航来，吼，载有600担沙糖甲一批经西7个里啦。有2只西那人的用客船对历史同齐来到台湾，再有一批粗的西那木制品，吼，因捌经过骗讹，讲伫遐有停4只荷兰船，和本国个24号派去的迄只公司的用客船。安尼头前已经讲几啊遍的迄只要前往日本的兰武号，吼，和阿姆斯特丹号。以及要进来台湾遮的乌斯卡贝号比对船，吼，和 Clean Bremen 号拢还未出航。7月27，今仔日伫咧宣判罪证之后，接到执行该宣判。来，咱来看这个故事，吼，有一个人叫做 Hendricks。John Blood 捌担任大船阿姆斯特丹号的初级外科医生，因为伫咧该船偷摕公司的电子箱和护照和巴达比亚运来要互台湾的其他商品同齐落来，总共是14斤半。宣判伫咧处地公开鞭拍，用公开。行就对了，吼，并且上链挂链啊，吼，就挂链啊，连续2年无论做啥物工课拢无薪水，吼吼，发这重哦。所以你敢偷摕公家的物件，你代志大条吼，就贪污罪嘛吼，相关就是你即马伫伫足侪国家贪污罪拢是重罪吼。另外有一个叫做 John James Van Osmer 哦，因为偷摕一袋盐尔吼，宣判要甲迄袋盐挂伫咧伊的颔棍，并且触发上述迄个 Hendricks 的时阵呢，要甲伊绑伫一支条啊，另外要甲伊带去西那人区来游行，大家来公开展示，并且严厉来鞭拍50遍。加上伊以前捌因为共款因为偷摕物件的判决，所以要互伊连续3年挂链啊，而且无薪水。这个法规较重吼，拄则爱2年，即嘛是3年。偷摕一袋盐尔，所以我咧想可能敢偷摕可能原来爱笑好等吼。7月28，无用你检查正药收回白青丝甲黄丝以及航班伫咧本国月24号用接新的上客船所运来洗制品。7月29，有一只运糖的上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有300袋白砂糖甲一外漂白的麻糬。今仔日下晡有一只细只快艇来到港外，停伫咧约半海里外的这个海面上。毋知是对骗讹，或者是对什么其他所在来吼。今仔日袂当期待对迄只快艇会当得到消息，
因为海涌真大，袂当派小船出港去遐来下达命令。虽然如此，也捌两三遍来派三板落去，但是拢忽然间就拢入水吼，沉去水里吼。但是迄只有碰挂的小船吼，伫要暗时总算是航出即个港道，用尽全力吼，航往迄只快艇遐去。7月30。伊无讲迄只快艇的代志吼，咱来看7月30。原本为着迄只已经失事的船10号的船长 Jacob Franz Brandt 留伫处队期间，一直拢去担任即个港道的路漂设备、航向安排和水深探测，以及公司船只出入的导航工课吼。伊做公司的三板由5个荷兰人陪伴，要出港去带迄只咱所讲的迄只快艇来入港。因航到即个港道的出口，要入来海面迄当阵，要入去海面遐，真突然被最后迄个海涌扫倒去吼。有一个人淹死，其他的人和迄个船长 Brandt 还佫会当上岸。迄当阵海流拄啊好。多流入来吼，所以因才会当趁着即个海流来上岸吼。若无因生存的机会都无大啦吼。今仔日迄只细只船入港来报告讲，停伫港外迄只快艇是 Waterloo-Wolf 号，照迄只船的主管伫因的批语所写吼 ，Waterloo-Wolf。迄只船是伫咧今年的6月26日，伫因奉命顺翼的保罗欧比夫郡吼，被正风和强烈的北风来吹离开威森号，就安尼，就拢看袂到威森号啊吼，嘛无拄到敌人的船只，敢若拄到迄4只英国船由 Mr. Wardle 来指挥，要航往马卡奥，关系到即寡英国船上级乘务员 Van der Hagen 以早内批嘛有上述捌详细来讲过，又佮写讲本个月13号嘛有拄到大船 Egmont 号是对巴达维亚舰要来处队吼，奉命要踮咧平湖遐停泊。阮对送货物去平湖号阿姆斯特丹号运送去日本的迄只平底船乌斯卡贝号吼，和快艇 Clean-Breeden 号非常少年听候因对平湖转来，因为因已经完全出乎预料以外来延前咯。愿上帝互阮伫短时间内会当知影 Egmont 号到平湖的确实的消息，以便会当更较紧来进行运货去日本的工作。今仔日有2只商船对厦门来，一只是载500担的白砂糖、101担的白蜡、300担的面粉、4担白青丝、16担的丝质布料。上述的用客船，先仔人报告讲，伫咧今仔日的3天前去过平湖，伫遐有看见一只荷兰船，伫途中嘛有拄到一只荷兰船航来处队吼，但是无下面交谈。阮嘛对迄只用客船自平湖来到芒港，而且佫对芒港坐3班前来台湾遮的先仔人听讲吼，对名仔来听讲，阿姆斯特丹号和van der Wouw 号已经伫咧几工前出航前往日本吼。上级乘务员特兰纽斯已经率领村内迄2只船，就是乌斯卡贝号和 Clean-Breeden 号，台湾遮航来。7月31。快艇 Waterloo
Waterloo 号伫咧海上停留2天了后，今仔日日港哦，迄只远远停咧半海里外哦，即只船哦，即只快艇。然后一只游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运来400担的白砂糖，顶头做20个人。今仔日 Johannes van der Hagen 坐快艇 Western 号吼，嘛已经来到台湾。伊捌率领该快艇和 Waterloo 号伫咧 Port Ubi 和 Singoshagus 号中间日顺役的葡萄牙船和因的盟友的船，这是咧写啥？但是拢无得到啥物吼。虽然上述的 Western 号捌看过一只葡萄牙快艇跟踪了几工，并且有录到双方拢猛烈炮轰对方，但是后来该葡萄牙船顺风逃走，总算被逃脱。伊佫报告讲，捌伫咧本国个9号拄到对暹罗要航往日本的皮底船 Otter 号，又佫伫咧本国个13号拄到对江边要前往澎湖，并且前来台湾的都维号，拢下面交谈过。此外，又佫讲关系到传说，又佫要了真久的迄只大船 Nutwick 号的代志。伫咧伊顶一遍来批以后，对一只来自坎保迪亚的希腊人的用客船来得悉讲，上述的 Nutwick 号和一只战利品的葡萄牙船做伙吼，伫咧坎保迪亚河头前来靠堑破坏去，但是人员和大部分的货物拢被抢救，迄寡货物沿着河啦吼，河运去上游遐吼，去交互上级商务员叫做 Van Galen 吼。例外是讲迄寡大炮被运去互迄遐国王咯，吼，毋知啥物意思。8月初日，有2只运糖的商船对厦门结伴前来，合计运来800担的白砂糖，载有70个人。好，咱开始读8月吼，1637年8月，嘛是写个甜甜甜吼，逐工拢写。8月初二，今仔日下晡对澎湖转来迄只公司的用客船，趁着海风来入港。这只船呢，再转来上级商务员特劳纽斯顶个月29号写互长官 Vanderbilt 的来批，写到关系到派遣船只阿姆斯特丹号和 Renvu 号前往日本的代志，以及关系到要增援其他的船只和伫要前来的船只等等的代志。讲伫咧7月18号对此地运总价值225000毫吨的日本货物去澎湖，要开动阿姆斯特丹号对澎湖再搁前往日本的快艇 Renvu 号吼，伫咧迄个月7月20号已经到澎湖。迄当阵阿姆斯特丹号也已经装好总价值是553000毫吨的货物，准备好停泊伫遐。但是因到共7月啦吼，7月23才得以出航，因为21号透强烈的北风，一直继续到过长日的暗暝。愿亲爱的上帝带领一寡以及倒后的丰富的货物一路拢会当平安。伊佫写讲，伫咧写啥物是这一张批是上级商务员特劳纽斯7月29号写的吼。伫咧Renvu号到澎湖的时阵，邀一个希腊官员率领8只游客船和
或者是10只诶细只船来到遐，伊派人来甲阮讲，伊是代表伫咧西南诶军门和大官，特别来视察片湖，并且要来找出所有秘伫咧片湖和其他所在海产，要甲因消除掉，嘛要展示迄份特别诶威灵装，歹势，威灵装，就是所以请吴方诶人伫咧一工内带领阮伫遐诶船只离开片湖，以便伫迄个中间迄个期间，因会当搁较自由来举行惯常诶异教徒诶祭典。吴方诶人婉拒即个请求，拒绝啦按照通常诶做法请上该官员32个，已经感谢来收落来唔满意来留伫遐。逐工你无用派遣小船到所有片湖诶海湾和小溪去侦查海产，嘛写讲皮腿船拄袂好，对舰边满载着护照，伫咧顶个月7月28号已经到片湖，伊捌伫咧共7月12号伫咧尖巴沿海，约落伫咧阿维瑞拉北边4海里诶所在。阿维瑞拉是伫咧越南沿海北纬13度15分迄个所在约落伫咧阿维瑞拉北边4海里诶所在，拄着一只葡萄牙船，并且已经用大炮射击，但是还是去互因逃脱。最后写讲，乌斯卡贝号和 Braden 号之所以会沿前这么久，是因为继续有强烈的东南风和南风，这种强风处地也已经透了一段时间伫这种强风的时间已经一阵一旦天气符合，毋但会带领乌斯卡贝号和 Braden 号，嘛要带领拄袂好前来台湾遮。现在天气已经平息，又搁有北风，所以互伊会当前来8月初3。啉下水行政长官8月初3行政长官阁下命令，代表亲自去检查快艇瓦森号的损害情况因为该船的主管伫咧到台湾的时阵讲，迄只船已经损害甲真厉害发现讲该船对第二站甲板到下面的连骨对甲板到下面的连骨对船尾到船头拢已经腐烂去烂去迄只船已经无法度通搁运输公司打扫的好，也袂当修理只瓦森号威森号啦威森2今仔日的皮腿船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Clean Braden 号对片湖来到台湾。无论上帝，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Clean Braden 号是伫咧7月10号到7月15前后载运货物去片湖，互7月23要改动然夫号对片湖出航迄只阿姆斯特丹号写甲落长就讲皮腿船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Clean Braden 号是载物件去互迄个阿姆斯特丹号通载去日本这段航程完全是出乎意外的长因对阿姆斯特丹号运转来所存的护照、珍珠香、红色的大香木烟等等即寡货物来互台湾的商馆用来交清销单甲送货单等头的货物。
也运转来360.4%的大象目。即个大象目是对迄只乌斯卡贝河吼，伫个坎布迪亚沿海所掠到的吼，迄只船吼，带来到偏湖的葡萄牙船转装落来吼，因为该船破漏袂当装运，还阁运回我最后一档即个冰糖数量无写着，是上述阿姆斯特丹号无法度装运去日本的吼。对江边来诶，对袂好吼，运来2500担，又阁40斤的护照，以及2383担，又阁55斤江边的护照，125担，阁过85斤由快艇 Brock 号运回去的80万的护照，加上费用开支总价值是45000豪吨。对迄只船带来江边的荷兰商馆临时馆长 Lucas de Vega， 数期是今年6月28号写伫江边海港头前的书信。写讲公司伫迄边的贸易如意顺利啦吼，护照正做的即个情形真好吼，搁再来的即个护照贵做，显然会大放心。如果讲，哇，一工遮尔长。如果讲吼，因伫个顶个月25号，伫个西南沿海利马群岛附近吼，有拄着商务员 Karel Hassink 坐大船 Grow 号对东京，就是越南遮吼，运600担锌等等的货物转来。根据该商务员吼，就是因看去即只船航转来吼，根据该商务员 Hassink 交由上述拄袂好带来互长官 Vandenberg 的批示，今年第一次伫个东京的贸易进行成功，因为直接航往日本。该函的主要内容是，因是伫个今年2月25号坐迄只船对此地出航，经过江南前往东京吼，伫个3月底航抵东京的洋河是啥物所在？洋河是宜安河啦吼，宜安河吼，伫个当叫做越南，当是越南叫做贡河吼，贡丸的贡吼，贡河。宜安河，对。注卡第3只吼，讲因伫个今年2月25号坐迄只快艇，迄只船对此地出航吼，迄只船是 Grow 号的款吼，什么号船无重要吼，对迄只船出航，经过江南要前往东京，伫个3月底航到东京即只毋是日本东京，是越南东京吼。伫3月底航到东京，驶到东京的宜安河，随即去互日本人称作海贼岛的吼，海贼岛上适当的停泊处、停船处伫遐停泊吼，并且即只有啥物讲？哦，即个海贼岛是日本人号的名吼，海贼岛。Eric 副尾帮车哈。OK，
日本人称做海贼岛迄个位啊，伫遐停船吼，并且命令人去通知因来到东京遮吼，说明讲是奉什么人的名义来吼，以及前来的目的是啥物吼。国王就派遣两个卡巴多是啥物意思吼？国王的议员或者是幕僚做书信吼，就是做大使啦吼，出使吼大使，由一个官员陪伴亲切来欢迎因。迄寡使臣吼，书信抑阁为因安排10只来路的船只来增运，为着要采钢丝来运去的现款甲商品。连同古罗号的细只船同齐溯河航往东京首都吼。国王住伫遐，随着贸易进行了真顺时，所有的货物换得下面的号吼，就是600担的丝，其中550担的丝是经过别人支付的吼，每一担是100两的日本丁元，50担的丝头是啥？主卡是可能是狮头啦吼，狮头吼，狮头的迄个荷罗音啦吼，狮头。有人讲吼，所有货物换会对即寡号吼，600担的丝，其中550担的丝是经过别人支付100两丁元吼，50担的丝头吼，伊就是丝的粗品吼，每一担银是3两半，以及一批玉桂，每一担银是12到13两。除了上述600担的丝以外，还阁有3只葡萄牙篷船，因是连同另外一只来同齐来到东京，是伫个古罗号到的时阵已经采讲因装载大部分吼，已经甲因载过来大部分物件拢甲买起来吼，也装运950担的可观数量转去马卡奥。如此，今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伫个东京总共收买1550担的丝。还佫写讲，葡萄牙人对东京要转去马卡奥的航路，已经改由海南岛和西南大陆中间看会到大陆的所在来建设吼，就是沿即个袂使离无离陆地伤远啦，佫看会到的所在吼，沿即个岸来驶。过了海南岛了后，处中间的水路便临普罗都市岛。普罗都市岛是不详哦，毋知影什么岛。然后继续沿着海岸前往马卡奥，因此派遣有力的快艇，会当伫个普罗都市附近，或者是海南岛北边来登单迄个伫个东京航行的葡萄牙船吼，互因的东京贸易来消息吼。敌人啦吼，看到葡萄牙船无客气吼，要互伊消息，互迄只该贸易归往我方吼，互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借着日本资金的扩大来显著改善起来。显著我学袂读的，明显的改变吼。愿上帝互日本对伊本国人民的禁令吼，会当继续执行落去。我方伫遐的交易比迄寡大官的专利秩序产生一寡困扰吼。因为有太侪丝，所以要找我方来采购。对即个目的，要求我方交付真侪钱，并且要伫个会当公开交易以前就互因满意，
因为有严厉的禁令，禁止一般人伫咧大官得到满意以前，都袂死互荷兰人。所以公司已经，虽然公司已经得到买卖许可，但是迄只是虚有基本利益，因此有几工的成效无交易。虽然伫迄个期间有向国王请求自由交易，但是拢无回应，所以被迫除了伫咧一开始就必须要向国王提供的迄20箱银以外，又搁爱向国王的卡巴多省提供12箱银。卡巴多省以前讲就是太监吼。爱向国王的这个太监提供12箱的银，向王子伊的老爸过身以后，继承王位，提供3箱的银吼，所以上官原来爱杀自己吼，照因所欢喜的吼，伊一个法卡歹势啦，法卡的银买伫15、16半法卡的上顶死的计数，这是什么单位？法卡是东京的银含死等等的荷尔蒙的重量单位。银含死重量差遮多，用一个同款的单位。若敢若你称迄个人参的磅啊，甲你称切的磅啊，用同款的单位，怪怪吼。好啦，法卡啦吼。买伫15、16半法卡的上顶死的计数，订约收买吼。核算起来，等于是一担外，约略是133两日本银吼。今仔日佫剩3分钟啦吼，咱甲这读煞啦。含即个小倒饼吼，就是用迄寡剩落来的钱，私人收买的时阵计数是一个法卡的银，会当买上顶死19甲20法卡，次顶死22、23法卡，三顶死30法卡，这是公道的计数，减轻国王和大官的迄个贵险的吼。贵三的计数吼，将来对上述的交易吼，只需要现款，完全无需要商品，因为国王拢已经照家己所欢喜吼。铜是7两银的计数收买，铁是2两半计数收买，所有其他拢照这个比例，以较低的正和计数来收买，互公司所再去要互伊的荷尔蒙受到真大的损失。只干有足够的产品，还佫会当合理的利润来出卖，所以该国王也用这个方法对葡萄牙人榨除8000两银的黄金，6000两银的各种制成品。因此，如上所述用现款去购买死是上有利的做法。有几下留伫东京的神父和神父伫遐已经互真侪人来信奉天主教，这是旧教的吼，这毋是荷兰新教吼。和古罗河同齐对即个所在出航，奉命要伫咧东京河为古罗河搬运荷尔蒙的龙客船龙桥号吼，伫咧今年的2月27号被北方车离开古罗河，后来到普信是啥物所在？普信写讲是，就是东京和江南交界的河流，哦。所以即只船去用龙桥号去用风吹到即个所在，吼，普信伫遐被一个官员提走因的大炮、好友、船个沿甲3个人，吼，所有的人性命拢被威胁，因此迄个大江舵手，吼，大江就用迄只用客船甲剩落来人员逃亡了，吼，毋敢去
讨迄寡物件甲人员，迄个国王嘛，捌请求咱协助因去广南人交战，伊为此捌写批去互祖国国下，答应讲会当对伊个国家得到真大利益的补偿。今仔日也有两只洋客船队下门来到台湾，运来系列的商品，就是250担白砂糖、750担面粉、12篮的西凉甲鸡腿面。时间10:30拄啊好读煞吼，一个8月初3落长，讲一寡做生意的代志吼，有诶佫看过吼，迄啥发卡有一个什么，伊算安怎去换吼，一个发卡死汉，军汉或者发卡死安怎对交换吼，迄咱看无啦吼，嘛毋是研究诶重点吼，看过就好。8月3号读到遮吼，咱8月初4，明仔载再过来继续读。好，感谢各位吼。爸比无伫诶吼，伊会拢会讲多谢大家吼。好，安尼来开房。等下我看一下笔记。歹势啦，因为我伫写，我无注意看，我无即当阵拢无咧看笔记吼。即个 chat room 我无咧看吼。担着苦味吼。尝到苦果吼，山里所写吼，看是担着啥物？你担看讲这有够咸吼，这是台语的讲法，担看卖啊吼。这个词咱学起来，你若袂晓吼。Ocean current 是洋流吼，海流啦吼。水头、水源头吼，上游吼，我拄则讲上游是也讲袂出来吼，就是水头、水源头吼。海流吼，这三年拢有写笔记，感谢三年你的笔记呢。物件后去吼，腐烂吼，我拢袂记吼。Eric， 我知影无用袂要紧啦。讲即马读的拢一寡做生意的小本尔吼，小铺仔尔，无啥物重要的，无啥物较特别的代志。当然有一寡特别，譬如讲某人犯罪判啥物刑个，小可趣味故事安尼尔吼。好，来开房，感谢各位吼，感谢3年甲咱做笔记吼，安尼明仔载再搁继续来开